起身，先动左脚，紧接着落下来，右脚手向自己的右前方，母平式扫头。好，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，右转身，扫腿。下面进行右转身背扫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右扫腿变为起身，向左脚向右跨一步，紧接着右脚同时向后跨跳步，正脚落下来呈左弓步，母平式左前方。好，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右转身弓步背扫。